过去要做环境生态调查，知影这个环境内底有啥物款动物成分，是要用真侪时间，而且嘛真忝头。不过即马农业部的生物多样性研究所有开发出 AI 的系统，会当透过分析声音，就当知影讲这个环境内底有啥物款动物。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结果我们就可以去播放，然后看你可能要听的声音，这个就要草鸮。透过声音，就通知影附近有啥物动物。大自然当中有侪动物的声音。农业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推出一个 AI 系统 Silic， 民众会使家己录的声音交互 Silic， 就通知影附近有啥物动物。它1分钟可以分析1小时的资料。好，所以你数万小时的资料，它是短数个小时内，它就已经完成了。至少现在是有60倍的速度在分析。保持生物多样性，通维持生态正常，这也列入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。程度所讲，环境生态调查是生物多样性保育真重要的工课。Silic 系统通帮助研究人员调查，也通让一般的民众认识环境，提供给我们政府单位、学界，还有这个保育的相关的团体，甚至呢，现在在做公共工程深井的收集之后，快速的来辨识到底有哪些物种在这边活动。过去生态调查也靠人力到现场实际观察记录，但是这是真了时间也真忝。另外，还有设机器自动翕相的方法，但是范围并无亲像录音遐尔宽。程度所讲，Silic现主是会当认出184种动物的声音，准确度达到9成5。未来会继续增加数量甲处理的速度。记者郭文婷随台北报道。